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真相館。嗱，大埔雲福縣5級大火發生之後呢，咁好多人都關注呢啲棚網呢係咪真係有阻燃嘅作用？咁而家好多法團呢都要啲承建商呢提交嗰啲棚網嘅檢測報告。嗱，咁長沙灣嘅怡國苑啦，同埋柴灣嘅風華村呢，都係用山東神旭化纖承網有限公司嘅棚網。咁佢哋所提交嘅檢測報告呢，係由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（北京）所發出嘅。咁呢份報告呢，就係2025年所發出嘅。咁但係01嘅記者打咗去呢間北京嘅檢驗中心問過之後呢，佢哋就話佢哋19年之後呢已經將監督呢兩個字呢就改咗做檢驗。咁所以呢，呢份報告呢就係假嘅。咁佢其實話假嘅意思呢，可能只係講個日期係假啫。咁份報告呢，可能係真嘅，只不過係呢一份係一份舊嘅報告。咁所以呢，用咗個舊嘅化驗所嘅名，就有監督兩個字嘅。原則上呢啲棚網嘅生產公司呢，佢哋有機會係喺早5、6年或者7年，咁就已經生產呢隻棚網噶啦。咁佢呢，就喺當時已經做咗個化驗報告，就已經合格咗噶啦。咁但係由於佢哋嘅生產嘅原料同埋佢哋生產嘅過程呢，係可能冇任何改動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就將一份好舊嘅報告，咁就一路呢就繼續用落去。咁為咗方便啲承建商肯用佢哋嘅生產嘅棚網啦，咁所以呢，佢有機會係淨係將報告發出嘅年份就改咗去。咁譬如佢係19年打後呢，咁佢就改咗名噶啦。咁但係呢，佢哋可能用緊一份呢18年或之前所發出嘅報告。咁然之後呢，就喺19年之後一路用落去，咁就用到25年，都係繼續用嗰份報告。咁但係呢，就純粹改咗個年份，就交俾承建商睇。咁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啫。咁即係呢，呢份其實係一份真嘅舊報告。咁但係呢，佢哋就純粹係將個日期改咗去，咁就所以假嘅地方呢，主要係可能真係個日期嘅啫。呢啲化驗報告呢，就得1年期效嘅啫。咁所以呢，1年之後呢，理論上呢應該要再做多次噶啦，因為正路嚟講，你生產嘅時間唔同咗呢，咁你嘅物料都會有偏差啦。雖然你心裏面嗰間公司係用同一隻物料，我嘅生產嘅方式都係一樣嘅，咁但係從生產一件產品嘅角度呢，喺唔同時期所生產嘅，即係隔1年之後呢，都應該係要做翻一個化驗或者係呢個防火嘅阻燃測試咧。咁佢就應該係就因為即係費事再做，咁就冇再年年咁做咯。咁係有可能係呢個原因嘅。咁記者呢就話 check 唔到呢份報告嘅存在啦。咁實際上可能你打翻一啲舊啲嘅年份內呢，譬如18年或之前嘅年份呢，咁你係有機會揾得翻呢份報告嘅。咁我唔知記者有冇試呢樣嘢啦。咁但係就算我心裏面認為個記者有試到揾到份報告呢，佢都唔會話俾你聽住嘅，因為佢梗係話揾唔到份報告，跟住就話份報告係假嘅，咁先啲新聞先有人睇噶嘛。佢揾到佢都唔會話俾你聽啦。咁所以呢，就佢用2025年就揾唔到呢份報告。咁佢揾唔到之後呢，咁佢就話呢份報告係假噶啦。咁我相信個記者即使用其他年份揾得到嘅時候呢，佢都唔會報出嚟住。即係我估啲記者呢就會係咁樣做法嘅。好啦，跟住就我哋再睇下 Now 嘅記者嘅報導先。咁佢就話呢個檢測中心嘅職員就話呢，佢哋嘅名已經改咗啦。咁留意下個名最後嗰6個字，新嘅名係檢驗檢測中心，咁舊名係監督檢測中心。咁所以呢個名呢，就喺2025年呢，就應該係冇出過監督檢測中心嘅，因為已經改咗新名啦。新名係檢驗檢測中心，最尾嗰6個字。咁然之後呢個職員再話呢個報告編號唔啱，佢係話2025年我哋冇出過呢份報告，咁佢就冇話再舊啲嘅年份有冇出過呢份報告嘅。其實好啦，咁我哋就睇下新聞下2段講啲咩先。
嗱，咁呢個職員呢，再俾翻份報告嘅格式嘅記者睇，咁個記者睇完之後呢，發覺呢，覺得份報告呢，就個公司名呢就有啲出入啦，同埋連個字同埋排版呢都係有啲唔同嘅。咁但係大家留意下啦，個職員後尾都補充翻呢個格式呢，就好似幾年前出過嘅，咁但係而家就冇出啦。咁就印證到其實呢個職員呢都係暗示緊呢一份應該係舊，即係前幾年出嘅報告，咁個格式呢都係舊嘅。咁而佢哋檢測中心嘅名呢都係舊嘅。咁所以呢份所謂嘅假報告呢，可能純粹真係一份真嘅舊嘅報告，咁但係呢，純粹係將個日期呢由可能18年或以前嘅年份，咁就改咗做2025年。咁所以呢，主要係個日期個年份係假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睇睇另外一篇報道先。咁長沙灣嘅怡國苑就提交咗多份檢測報告嘅，咁就寫住係賓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嘅報告。咁但係呢間化驗所呢，就記者打電話嘅時候呢，就揾唔到人嘅。咁而長沙灣怡國苑嘅承建商呢，就係中國水利電力對外有限公司。嗱，咁但係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嘅。嗱，睇下最尾嗰段講啲咩啦。咁其實喺11月27號呢，咁房屋署呢，就應該係已經係喺長沙灣嘅怡國苑呢，就抽樣檢查咗呢間山東嘅棚網嘅公司所生產嘅棚網。咁其實呢個燃燒個阻燃測試呢都係合格嘅。咁所以呢，大家呢就暫時都未需要太擔心住。咁可能純粹係份報告呢，就真係都係真嘅報告有做過嘅。咁啊，但係可能喺幾年前做啦。咁而份報告可能係呢間山東嘅棚網生產商呢，可能係改咗日期或者係嗰個年份，咁就交俾承建商啦。咁承建商又交咗俾業主立案法團咁樣咯。咁所以稍後呢，我哋要睇翻政府對呢兩個屋苑嘅棚網，即係由呢間山東嘅棚網生產商所申請嘅棚網，係咪真係合格啦？如果係合格嘅時候，咁份報告就算假或者過年份呢，咁都唔影響佢合格呢樣嘢嘅。嗱，咁但係呢個呢，只係我暫時認為正路嘅推測啫。咁實際上呢份化驗報告亦都有機會佢真係完全係假嘅，或者佢係將自己公司名印咗落呢份報告嗰度，同埋改埋個年份，呢個亦都係有可能嘅。咁一切就要睇之後嘅化驗嘅結果啦，合唔合格，同埋政府調查翻呢份報告究竟嘅真定係假啦，咁就會更加清楚個真相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先，好，再見。